房東話佢嘅格局喺附近，根本找不到可以替代的。而且他有點急，讓 Sandy 過來看看他的好與壞。6500，122方，不想壓力大的粉絲值得關注一下。2.3蚊嘅物業，綠化率都有36%，樓下的商鋪足夠滿足生活所需。不過也有個缺點，人車並沒有做到真正分流。入門都 OK 喎，又想大一啲，又想平一啲，仲想壓力細一啲。多多少少肯定有缺點㗎啦。呢邊朝北，這邊朝南，前面也沒什麼遮擋，還能看到小河。1、2、3、4、5塊80公分嘅磚，4米闊，擺咩都得啦。3個房間都冇飄窗，就是看粉絲們介不介意木地板。Sandy 還找到個缺點，廚房的天花有點滲水，要揾房東嚟整先得。喺西區6500蚊，對於剛需嘅粉絲嚟講，其實都係個選擇。